其實咧，俄羅斯喺呢場戰爭中，美伊嘅戰爭中咧係得益者嚟嘅。歐洲係可能被逼要考慮行一條同美國立場唔一致嘅路。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啊！眼前有施生啦，同我哋喺 Zoom 嗰度咧，再 update 下呢個國際嘅變局㗎。Hello 啊，施生。係，大家好。今日咧，我哋繼續傾下呢個美伊戰爭啦。雖然已經講緊咧打咗接近係一個月㗎啦，但係咧即係陸續有啲報道咧，都開始將個戰事咧對於呢一個未來或者講緊環球一個政治嘅影響咧，就更加係發酵咗之後，就分析之後嘅影響係點樣。見到咧即係外國嘅外媒啦，就有報道話咧，伊朗呢個戰爭咧，其實咧係對於中美嗰個博弈咧係有一個攪局嘅作用嘅，因為咧就令到美國嘅戰略重心咧再度偏移啦。當時咧特朗普咧上任之前咧就話咧會將個戰略重心咧轉向亞洲啦，即係以前啦就話轉向亞洲啦，將中國列為一個首要嘅競爭對手。但係咧即係發起咗呢個伊朗戰爭之後咧，美國咧似乎又陷入咗呢個中東嘅戰爭困局嗰度。同佢長期咧宣揚嗰個轉向亞洲嘅戰略咧，就好似淪為咗空談咁樣喎。先生有冇呢個諗法咧？其實咧，轉向亞洲呢個提法咧，喺奧巴馬年代已經有㗎喇。當時咧就美國開始意識到中國崛起嘅速度遠比佢哋快，就已經成為佢嘅競爭對手，比中國崛起咧會影響美國嘅民主地位啦，咁美國可能會影響佢嘅發鈔紅利啊，等佢無法可以好容易借到錢啊，好容易就可以調動全球嘅資源啊，為佢所用啊，咁所以咧佢係決心唔俾中國崛起嘅。但係特朗普就唔算好強調要重返亞洲嘅。如果特朗普自己講得比較多嘅咧，反而係要恢復門羅主義。所以呢一次咧就突然間打伊朗咧，係令到世界都有啲出奇嘅。因為以色列咧好多年之前已經成日都想推動美國去打伊朗嘅，因為伊朗咧係中東伊斯蘭國家入邊咧對以色列嘅態度最為堅定嘅，變咗咧就兩個勢不兩立，而伊朗咧就有發展核武器嘅，所以以色列一路想叫美國出手咧係撳低伊朗嘅。以色列想咁做啊，但係之前幾任美國總統咧都冇聽以色列嘅擺布嘅，咁呢次特朗普點解突然間改變戰略重心咧？都係有少少叫世界意想不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有人覺得係佢對付馬杜羅咧就太過順手啊，太容易啊，一日就搞掂晒嚇，而且就捉咗對方嘅主要領導人，繼任人咧又被逼同美國合作，成為美國嘅傀儡政權。咁佢覺得哇，乜原來咁容易㗎？咁諗住做得對付到委內瑞拉，亦都想照板煮碗啊對付伊朗，但係咧就佢唔能夠成功地改朝換代，將個政權安置一啲佢可靠嘅人去做伊朗嘅執政者咯。咁變咗咧就伊朗雖然開始嘅時候好似吃虧咗，但係佢唔係冇晒反擊能力。咁變咗咧美國而家咧就反而好被動啦嚇，洗失咗個頭，褪又唔係，唔褪又唔係。係憑而家以色列同美國同埋現有嘅嗰啲軍事基地嘅力量咧，係打唔服伊朗嘅，咁所以佢可能要增兵，但增兵咧就會變咗係可能俾人哋套住，嚇唔容易甩到身嚇。伊朗咧就地勢險惡嘅，唔同伊拉克，伊拉克好多平地啊、沙漠啊，咁佢啲空中嘅優勢啊、機械部隊嘅優勢咧，容易發揮啊。咁喺啲沙拗入邊咧，美國嘅空中優勢就難以發揮㗎啦。霍爾木茲海峽個航道就被封鎖咗，石油啊運唔到出去，油價就狂升，咁變咗咧就歐洲啊、日本啊、韓國啊、澳洲啊嗰啲都搞到好麻煩嘅，變咗咧就美國係如果淨係炸咗啲設施咧，只會令到油價升得更加犀利嘅，咁所以佢就覺得可能淨係炸唔夠。
要派兵去佔領咗咧嗰啲先至可以為佢所用，佢控制到嗰個地區咧，先至解決油價暴升嘅問題。咁呢個咧就造成佢而家唔增兵，打唔贏呢場仗。增兵之後，可能手尾長，以後嗰個遇到嘅困難啊，受到嘅損失可能更加大咯。呢個而家就佢處於個兩難嘅境地咯。即係美國嘅競爭同中國係最大㗎嘛，咁啊會唔會因為即係中東呢一個動盪啦，就令到即係美國未來咧都未必係咁多嘅精力咧，可能喺科技戰啊嗰度係再同中國有一個比較大嘅競爭關係咧？美國原本咧個如意算盤咧係以控制能源去制約中國嘅，咁中國嘅自己生產嘅石油啊、天然氣啊就唔算好多嘅，咁美國諗住咧你無法自給自足，一定要靠出邊，我就最緊要咧就唔俾你攞到足夠嘅能源。嗱，以前中國從拉丁美洲主要係委內瑞拉買石油嘅，除咗委內瑞拉喺中東就幫襯伊朗啊、沙地阿拉伯啊，咁另一個咧就係幫襯俄羅斯，呢三個咧就係中國嘅能源嘅主要嘅來路。委內瑞拉俾佢砌低咗啦，如果佢砌低埋伊朗，其實佢一早就諗住要同俄羅斯修好噶啦。如果搞掂委內瑞拉，搞掂埋伊朗，再同俄羅斯修好咧，中國就能源嘅來路咧都俾佢切斷晒，咁佢就可以制約中國嘅崛起啊。但係咧就呢個算盤啊，而家就打唔通啦。伊朗佢而家就撳唔低，雖然炸咗人哋航軍艦炸咗，已經成個月都嚟緊啦。咁伊朗都仲係有還擊能力，而俄羅斯咧應該就之前喺烏克蘭一役咧對美國嗰啲已經唔係好信任噶啦。以前美國就答應過俄羅斯嗰啲政治領袖咧，就話北約咧係唔會向東擴展嘅，最後都食言。咁所以普京嗰啲嘢對佢嘅信任度都有限，咁變咗咧就佢呢個如意算盤打唔通咧，反而搞到成個西方發展咗嘅地區咧，都因為能源不足咧而經濟可能陷入困境嘅。咁點解對中國嘅影響比預期中少咧？一個咧就中國喺俄烏戰爭嘅時候咧，雖然冇話先身支持俄羅斯，但係亦都冇聯同西方一齊係制裁啊俄羅斯啊嘛，咁變咗咧就同俄羅斯嘅關係咧就相對好啲，起碼就俄羅斯信中國或者要依靠中國地方咧多過佢信美國咯。對中國影響當然啦，中國同伊朗保持一定嘅關係咧，令到霍爾木斯海峽封閉嘅時候咧，中國嘅油船仲可以有機會通過嘅，所以受到嘅壓力咧係少過亞洲其他好似日本啊、韓國嗰啲國家咯。啱啱都有提及到，即係美國可能同俄羅斯咧個關係咧都想即係趁機係修好啦。咁我會唔會形容為咧，即係俄烏戰爭都未結束之下咧，俄羅斯成為咗呢一次嘅美伊危機一個最大嘅得益者之一咧？因為美國又可以俾俄羅斯一啲嘅能源再次進口啦，咁樣。其實咧，俄羅斯喺呢場戰爭中，即係美伊嘅戰爭中咧，係得益者嚟嘅。一個咧就油價上升，而俄羅斯又好靠能源方面嘅收入噶嘛。油價升，佢收入增加啦。另一方面咧，美國本嚟係制裁俄羅斯，唔俾其他國家買俄羅斯嘅原油噶嘛。而家咧油價過高啦，咁佢唯有放寬啲人買俄羅斯嘅石油。咁你歐洲啊、日本啊原本唔買嘅，而家都可以幫襯，變咗俄羅斯嘅收入會增加，咁佢用喺去打烏克蘭嘅資源就會充足啲啦。咁另一方面，歐洲啊自己都自顧不下啦，都好難再調錢、再調資源去支持烏克蘭。至於美國本身就一早就係想聯合俄羅斯對付中國噶嘛，本身已經係有幫手逼烏克蘭向俄羅斯讓步。
嘅。但係而家咧就烏克蘭處境係比之前更加困難啊嘛。咁俄羅斯覺得自己已經有利嘅，都唔使靠賣美國嘅帳啊。咁所以俄羅斯而家其實都野心都大咗㗎。最初佢淨係想攞翻頓巴斯地區啊，同埋克里米亞嘅。而家咧就又想重新要將烏克蘭據為己有，要成為佢嘅保護國咯。咁變咗咧就喺整個世界嘅佈局上咧，美國能夠控制嘅勢力範圍咧，可能進一步縮小嘅。本來美國仲想喺烏克蘭攞翻啲油水嘅，即係嗰陣時又要人哋簽咗啲協議啊，要將啲礦產啊開採咗俾美國啊。咁而家咧就佢要做到呢一點，本來係要幫到俄羅斯贏咗，俄羅斯會俾翻啲好處佢同佢交換利益。而家俄羅斯可能諗住唔使你出聲，我自己都可以主持到呢個局面啦。可能將來烏克蘭嗰啲礦床咧，美國想攞翻原本咁多利益咧，機會都少咗嘅。咁如果啱啱講咗俄羅斯係得益者嘅話，輸家方面咧，會唔會歐洲咧，即係都係呢一次嘅輸家咧？因為佢哋嘅能源啊嗰啲都受到一個好大嘅影響。歐洲咧就其實佢喺呢場戰爭開始嘅時候已經唔想企喺美國嗰邊啦，即係我見歐洲一啲國家，好似西班牙、德國啊，佢哋嘅政治領袖都講得好清楚，佢哋並唔認為美國咁樣去打伊朗咧係有合乎聯合國憲章嘅合法性嘅，佢覺得佢哋出師無名，所以根本就唔想參與嘅。歐洲係可能被逼要考慮行一條同美國立場唔一致嘅路。如果呢種情況整下越嚟越多咧，美國同歐洲呢個長期以嚟嘅盟友關係咧，可能係會受到破壞嘅。呢個咧就係對美國要對中國打壓嘅時候咧，將來會更加困難。因為之前咧歐洲都唔係好想同美國完全合作嘅，好似華為開始發展5G 嘅時候咧，歐洲好多國家都已經訂咗華為嘅嗰啲技術，因為5G 嘅技術係華為做得好啊嘛，已經用緊㗎啦。咁美國派人逐個國家去說服，要佢哋唔再同華為合作，唔單止唔簽新嘅合約，以前簽咗嘅裝咗嘅入去嘅都要拆翻出嚟。咁當時美國嗰個影響力仲係好大嘅，歐洲唔制，最後都要制。咁但係呢一次之後咧，歐洲發覺下下跟住美國，唔單止冇好處，仲帶嚟禍害。所以下一次美國想發動歐洲同佢站喺同一戰線咧，個難度會增加嘅。即係都有重塑咗呢一個政治格局啦，呢一個事件咁樣。好，咁我哋今日咧就更新住咁多先。如果之後咧，即係呢個戰事有一個新嘅方向咧，我哋再同施生做一個討論啦。今日唔該晒施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多謝晒大家收睇，拜拜。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